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又庆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7首，着五主上帝唱新歌，请您全首。主上帝，唱新歌学落伊着主上帝，唱新歌学落伊着主上帝，唱新歌学落伊着欢喜着声唱歌学落伊，主嘅大权能，听技术凭奥妙，主嘅大权能。听技术真奥妙，主嘅大权能。听技术真奥妙，着欢喜出声，着歌学落伊，着恩主跳舞，把歌跳琴做乐，着恩主跳舞，把歌弹琴做乐，恩主跳舞，把歌弹琴做乐。出声唱歌学落伊，阮大山端游，出声欢喜学落，阮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学落，阮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学落，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伊，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学落伊。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即主你的早起时，带领阮来甲你是阮的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神，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叫阮脱离黑暗的权势，无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堪得所有的颂赞，阮的生活、动作、甲开始。拢在伫你，但愿每一个人拢用骹头夫向你跪拜，用嘴来向你承认，耶稣是至权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做王直到永远，永后归于上帝。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清去阮的心，叫阮脱离试探，互阮的行为甲所领受的恩惠相共。求主叫醒阮的心。互阮立志追求稳定的读经，甲祈祷的生活，甩开一切阻碍阮要每日甲你亲近的人事物，在你的话语中间找到力量，找到方向甲平安。主啊，假使阮中间若有任何欠缺的，求主丰盛来供应；有袂实的，求主来疼，搁一摆甲因引出倒转来；有白疼的，求主亲自医治。若是有信心软正的，求主赐予因刚强壮大的心；有生活作物极大挑战的，求主亲自为因开路引带甲扶持；有生活求主有生活作物着足大的挑战的，求主亲自为因开路引带甲扶持；求主大开力保护心灵软正的，因为你讲我的恩典够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正顶面显完全。我要为台湾人民安全来代祷，在野党、执政党会当同心合一，甲主同行，为台湾选举文化代祷。求你赏赐智慧、笃信、公平、公义，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世界和平。求主祝福嘉南教会尤牧师、老牧师、黄牧师、长老甲执事同工。大家同心合意来建立教会，带领兄弟
用心灵诚实敬拜祈祷，尊主最大，并遵照上帝的旨意来推动各项的福音事工。求主互上帝的囝儿拢成做福音的精兵，在即个世代大大来受挂。求主赐个老牧师有智慧的言语，将你的话语教示互阮，愿你的名在敬拜中间得到上大的荣耀，互阮今日会当空空来，满满转去。愿你的名做圣，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在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9篇，就是诗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海洋里互人意爱。我愿无上主的殿宇，甲要分去。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做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伊也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徛起你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雕像。因经过大树的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临，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阮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宇点一日。反也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踮伫社会人的厝内。做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地文牌。伊互恩惠甲，伊互咱恩惠甲公营。伊毋捌留一项好米无互正直的人。做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俄罗的歌。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14篇第1节到第8节。第1节到第8节，以色列人出埃及，雅各的后代离开话语无详的人民。迄时犹大正做伊的圣所，以色列人做伊的国度。大海看见就逃走，约旦河倒流，大山亲像羊羔跳跳，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大海啊，你是安怎逃走？约旦河啊，你是安怎倒流？大山啊，你是安怎亲像羊羔跳跳？小山啊，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大地啊，你见到主的面，见到雅各的上帝的面，就皮皮喘。以后石盘变做水池，互石岩变做泉源。请本堂老应验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凡福的歌，凡福的歌。有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要来听上帝话，特别是今仔日这诗篇，拄则咱伫会前祈祷，咱已经看诗篇113篇，即马要读110几。14就是伫即个以色列人，因要过3大节气的时阵，因拢会吟这的诗，这敬拜就是对113甲114，这是食饭前。食饭以后呢，尤其是逾越节、盘过节的时阵，食饭以后呢，因就会搁开始吟后壁的4首，110几、15、16、18，嘿。所以咱若讲听到盘过节，咱头一个会想到啥物人伫盘过节了后就要受苦受难？耶稣，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啊。当耶稣知影伫盘过节迄个暗时，上尾一个暗时晚餐，伊先读这2章哦。这2章咱拄仔唱甲足欢喜着，足感谢咱的诗班圣歌队。哇，就是欢呼的声，就是安尼啊！唔好唱甲变烦恼的声，烦恼的歌就麻烦啊。咱就是爱，咱想耶稣迄阵啊，已经要受难，上尾的晚餐总是伊也是唱俄罗的诗哦。食饱咧，离死亡愈来愈近，搁唱后壁4首。咱会当用安尼心情，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咱三甲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俄罗你，阮的性命在伫你，阮的愿望嘛在伫你。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听你的话，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知真侪人因袂当来到圣殿有真重要原因，主你知。主啊，阮若奉你的名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俄罗你啊，主啊，你要甘纳。愿阮所敬拜的真侪芳的祭，嘛恳求上帝，互阮有愿意听的耳孔甲心，开阮的心，恳求主你阮来讲话，阮听了明白，阮要照安尼来行，阮要真做一个敬拜人生，互阮的性命就是来俄罗主你。阮感谢俄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2020年。咱知东京奥运，因为着要准备这场的奥运开足侪钱，投资足侪，因为因感觉办这个奥运会趁钱所以因嘛配合晨间NHK， 因已经足侪年，这是第102这个部102剧因为这个剧拢会足好看足轰动的就对啊，这个剧做欢呼欢呼就是讲这个奥运比赛得冠军的咱会安那？欢呼啊！高举人对吗？这个剧内面的这个内容就是咧讲到1909年有一个男主角伊本来是一个感觉足无路用的人，总是伊知影家己有音乐这个会才调了后哇，伊这个唔免去学家己就会当做足好的歌，甚至伊会当伫个战争的时阵。日本国请伊来写足侪战争的歌，真侪人听到伊的歌了后勇敢去战争，结果拢死伫个战场的。
这个作家是心内足艰苦的。伊本来要做曲，是要互人的心得到安慰，得到激励。总是伊无想到讲，伊的歌激励人去死，死伫战场。所以伊战后了后，伊继续搁写的歌是安慰人的心，互人的心透过诗歌会当来安那得到鼓励，伫绝望中会当得到激励。所以其实这个剧实际是咧讲这个作家。咱若小可泡泡，咱遮有足侪人拢唱日本歌吼。你只要若唱的吼，足侪拢唱着伊写的歌啦。吼，你甲查落就知影。这个作家其实就是咧讲，拄仔讲这个剧，其实就是咧讲这个作家吼。伊写的几啊千，你的凊彩卡拉 OK 拢唱，拢伊做的歌就对啊。所以人讲伊安那，根本就是神嘛！哇，这个根本就神嘛！伊安那。唱的歌会当互人伫绝望中间变成安那有望啊，兄弟姊妹，他是神吗？当然嘛，毋是，人哪有可能是神？啥物人才是神？这位啦，这位拄仔人讲113诗篇13、14，伫咧伊准备死的时阵，上尾暗顿还佫会当来学乐哦，兄弟姊妹，当你若知影安慰末，你得要死啊，你感觉佫会使来学乐主？带你的厝的人，带你的兄弟姊妹，咱要去探访小组的时，这个人呐已经咧哀莫安宁啊，你敢带伊学落的诗歌无？兄弟姊妹，咱若是有望的，当咱若要去上帝遐，咱要见咱的主，当然嘛爱学落。咱当然知影讲哇，咱伫这地上吼，有一个牧师讲，咱伫地上，咱是来出差啦。咱是见习生，咱是实习生啦。咱去到上帝遐，咱才是啥？咱才是啥？咱才是真正是讲要活伫遐，要用一世人永远来学了咱主。所以咱伫遮是安那？实习的，咱是见习生。咱这边夏令营，这囡仔来拢是入去工厂的见习生、实习生。到尾啊，因才成为正式的。哇，兄弟姊妹！咱即摆是实习生哈，咱是来出差啦哈。咱敢会感觉讲出差足爽快？袂啦，咱要去主遐在的是永远的、永远的、永远的，咱要去是上帝遐。所以不管啥物时阵，咱拢会当来学落咱的主，总是咱爱熟悉，咱爱真正知影咱所学落的即位是啥物上帝。你若对伊哪学落，你哪入捌伊，你就哪有信心。你哪知影？哎，我今晚是要安那生活？哎呦，我今晚真艰苦呢！我要安那来学落做？咱嘛爱来明白，咱这个人，咱这个学落这个人，真正有时啊呐，足欢喜学落；有时啊呐，要死哪害啊！哈，我若讲定讲，你嘛拜托唱一个歌，敢若要死哪害安尼，无你莫唱规气，莫唱。兄弟姊妹，咱唱诗歌的时阵，要安那唱？着跳啊！所以我对这唱的歌我足爱啊。咱就是着跳，咱用咱的生命，上帝予咱的生命着跳啊！现时也是足想要来着跳来学落主啊。结果前2天，阮兜有阮囝出国，有人真正足好意，树林长老教会伊的古早好兄弟来甲伊顾，结果跋一倒，甲伊顾迄个人，阮的足好的朋友哦，甲暗时9点打敲电话，英燕姐。我实在足歹势，兄弟姊妹，不管安那，我甲这个兄弟讲，学落主无安那啦，因为伊家己嘛感觉足咧自责。兄弟姊妹，你有愿意帮助人的心，你有愿意来学落的心，主看见，这最重要。昨去看医生讲啊，无安那啦，兄弟姊妹，跋倒安尼，直直安尼病，无安那，迄是毋是感谢主？感谢学落主啦！兄弟姊妹，咱就是不管啥物拄着啥物款的情形，手无好，骹手无医治好，永远会使来感谢学落。这号做啥物？敬拜。这号做啥物？学落。咱等下讲较清楚。即个诗歌，这114篇即个诗歌，因要反复，毋是烦恼哦。当然啦，反复头前的烦恼啦，咱就看今仔的诗歌安那烦恼。因就开始讲因古早拄着的代志，伫埃及的所在受安那有做人的奴仆，总是摩西受调要带因出埃及的时阵，
传出埃及的时阵，经过10个灾害，总是因放因去了后，去到大海头前后壁，佫有水兵来的时阵，去到旷野的时阵，无物件食的时阵，无水通啉的时阵，兄弟姊妹，迄阵啊，咱欠亏的时阵，咱会讲啥物？咱斗阵来读，请。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是无？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带阮出埃及啊？这是啥物？这敢学落一声？这是安那？哦，迄足歹听呢！我感觉有台是台语吼，讲甲实，来继续来请。阮伫埃及，兼无家己讲，毋通插阮，就服侍埃及人。你阮宁可服侍埃及人，死是伫旷野。这号做好心互雷霆嘛，对无？兄弟姊妹，咱真济时阵，咱的主吼要互你更较好的所在，啊，即马只是安那小看拄着窒碍，小看拄着困难，总是咱开始安那。你全要来遮死啊！兄弟姊妹，是安那人会安尼？即个情绪，因为足混乱的，因为头前无路，红海后壁，埃及讲好啊，互恁去啊，结果因阁派军队来掠，有混乱无？咱有真济时阵，互迄个混乱，咱会去啊，去甲哭对无？啊，搁因已经去甲好，摩西即代过去啊，即个经文遮是咧讲在一个世代，下一个世代接班人是啥？约牧师着哈，来，迄个约牧师英文的名做啥？约书亚。当因要进入迦南地的时阵，因嘛搁安那？哎哟，带阮来遮拜托的40天会使行哩，即位主甲阮带几年，心内搁开始安那？咱斗阵来读请。隔日，约书亚透早起来。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城庭，来到约旦河，伫遐接营，要过河。过3日，县长到城中达所在，吩咐人民讲：恁若着利未人做祭司的，跟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着起来先离开你的所在。过伫伊的后，咱看起来敢若哎呀，足少看到无？伊头前约旦河呢，啊后头前有水呢，啊你要阁叫阮安那对行？你敢行无？即马啦，有无说讲来，你来做小道长啊，你来选结束，你来选长老，你敢无？都敢安尼，你不安嘛？不安咱就会安那，都会气。安到去对无？哦，听有人听讲啦，听讲吼，听讲去佚佗找无人的，尤其咧国外，这会搁较去啊，搁较不安对无？因为你行喺外国，毋知影路对无？啊，搁袂晓讲话，毋是袂晓讲话，袂晓讲遐个话，会急的，会吼，你会急甲哭。我的囝去海边足够游水，一去若5分钟无找着人啊。你会急袂？是安那会急？伊若袂晓游泳啊，搁感谢主。问题是伊足会游泳的，找某人会气袂？会哭袂？会气甲哭？看到伊的人尔，头一个安那？兄弟姊妹啊，兄弟姊妹有太济时阵，伫经文内面嘛有讲到。讲到这人民，当因伫即个旷野中间，上帝要知影因要进入迦南地的时阵，因会无守规矩，会袂记你即位上帝，所以调摩西去40日，要互伊一个石板石界，总是迄阵啊无来，迄阵无电话，一去咧山顶拢无落来，这人民开始安那，哇，开始惊吓，当害啊！摩西毋知走对去，摩西啊！我毋知要安那，开始惊的时阵，就得罪上帝，做啥物？来拜大得罪上帝。
是安那以色列人因爱用这个诗歌来学老主，来孝念，来想纪念因古早行过这个路。因过去捌真惊吓，因过去捌大山咧震动的时阵，遮个大自然咧无共款的时阵，亲像即马圣婴的现象的时阵，你会惊呢？今年夏天热天。台湾世界，咱台湾还阁真算小可，咱讲啊，足热尔，总是真济所在是大灾害。当咱若拄着地动、大水、旱灾，即个海啸也是瘟疫，咱拄有讲，瘟疫的时阵，咱心内会安那？咱会惊吓。总是这个话，上捌讲过即句话，咱来读刚好，来请。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真侪所在有饥荒甲地动，这是耶稣讲的哦，兄弟姊妹。耶稣讲的话会应验袂？唔敢讲对无？你会想讲会应验，但是莫应验伫我即世代，好无？好无？好哦，所以下世代咱囝孙孙才拄着这安尼。咱要讲，咱的下世代，每一个世代，咱若甲主有好的关系，咱若已经是伫地上实习生完成了，咱上天啊，那就 OK， 对无？咱已经伫地上实习生，知影安怎诚侪敬拜人生，知影安怎来学乐，咱就 OK。因为耶稣讲，即个时阵一定会到，世界的末日。当咱世界末日到，就是主掌权的时阵，兄弟姊妹，你要甲主斗阵国活伫迄个所在吗？阿妹吗？即马都爱练功夫，即马都爱练咱诚侪德性的基督徒的功夫啊！迄功夫是啥物？即个武器是啥物？敬拜甲学乐。安尼，咱就袂互这忧虑去甲哭。兄弟姊妹，咱的急，咱的气，咱的掠光，咱的足济情绪无法度控制。是因为咱内心，咱为着要活落去，咱会有遮个心内反应。啊，咱要安来换一个新的红色的，迄就是咱来换新的。当咱信主的时阵，咱就会换新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变迁。当咱有一天，咱中风的时阵，咱的信仰互咱换新的红色的，咱来敬拜俄罗主的时阵，咱就有无共款的机制。无共款的线路，咱有新的了，咱的人生就诚侪新的。拄则嘛有祈祷哦，咱要诚侪新的，每一工拢会当诚侪新的。咱才会当安那讲，咱每一工唱新歌嘛，是因为咱即个人新了，咱就唱新歌。啊，遮咱做礼拜咱无要讲，这是咱要伫个7月29，咱有一个祈祷的营。咱合作，咱的自我照顾，透过祷告，咱的自我照顾。咱还未报名，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就是透过祈祷，咱要安那换新的回路，神经回路，真的神经回路，真的。互咱的人生无共款，咱唱无共款的歌，唱新的歌。人是安那会气甲哭，其实毋是生气啦，是急啦。所以咱要安那来。互咱的会当反应、适应外在的即个刺激咧，就是爱来欢福，毋是爱来烦恼，是欢福哦，毋是烦恼哦。要安怎才会当欢福咧？就是今仔日的诗歌，咱会当对诗篇今仔是读114篇，咱会当对113篇来读。大地啊，咱就爱来甲主的面前，因为连大地拢要安怎来敬拜主啊。伫咱拄仔所讲的，因出埃及的时阵，伫个即红海的所在，即个所在，伊原文的意思是啥物？寄望啦，你望伫迄个所在啦，所以主带因伫遮，互伊有望，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望无？当咱若就感觉有望的时阵，咱不管拄着啥物好歹事，咱的心。拢会当心内有平安，所以咱透早起来学罗主，咱心内有平安呐。是安那咱透早起来会学罗主，因为这位主透过历史历代，拢甲人讲，过去上帝安那帮助因，今仔日有缘要来帮助咱。
要安怎来帮助咱？就是要透过咱来敬拜俄罗主。兄弟姊妹，请问什么好做敬拜俄罗主？互咱的石头心会当变做安那水泉？咱有当时咱会感觉咱的心足大吼，你会感觉讲，无说今仔日哪有感觉足大对无吼？嘿，就是要讲这段啦，所以我拢无啉水的吼。等一来敬拜就会有水泉吼。兄弟姊妹，咱佫知影摩西无水的时阵，伫即个时阵，伊用安那？伊用关敲打得罪主。兄弟姊妹，咱爱伫上帝面前，咱今仔日成功，咱今敬拜俄罗主，哇，今足欢喜。明仔载咧，同款哦。吼，摩西头一遍成功有水，第二遍就得罪上帝啊。咱每一工，咱拢爱敬神，安怎会当敬神？就是敬拜俄罗主。伫咱今日经文中间有5个神日，有2遍是水的，对无？共同的这个因素是啥物？共同的就是这5个神日拢有主的同在，阿妹吗？主的临在，阿妹吗？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要来正做一个敬拜人生。敬拜人生，你看大地啊，拢看到上帝的面，拢爱来跳跳，拢爱撇撇喘，撇撇喘，敢毋单是敬畏尔，撇撇喘，佫较是安那用全人专心来歌鼓喊话。有人咧问讲，无需要欢呼是台语怎讲？其实吼，应该是讲喊话嘛。喊话，但是兄弟姊妹，喊话佫是另外一个哦。其实俄罗就是歌鼓，甲上主歌鼓，这就是俄罗。而且要安怎歌鼓？爱用咱的手讲一个方向，甲我所有的拢，这叫做啥物？赞美。所以兄弟姊妹，当有人举手，你要甲主动无？我当做传道的时阵，你知影我若敬拜拢。毋是普通的人对无？有无说甲讲，你若搁安尼吼，唱歌安尼吼，你甲我看卖。兄弟姊妹，即句话我马上想到，我的哥哥，我细汉时阵，我讲我足细声，阮哥就要甲我讲，你讲话搁即型的，你甲我看卖。我感谢主呢，迄个牧师安尼甲我讲，我感谢主啥啦？主啊，原来你开我的。声，互我讲话会大声呢，敬拜会大声，会学乐啊！兄弟姊妹，学乐真重要。咱今仔日咱要学习，咱今一直讲，咱要唱赞美，啥物叫做赞美？毋是干那唱歌尔。兄弟姊妹，我认真搬桌顶是毋是赞美？是毋是？啊是安怎讲是？安怎讲是？有人讲真心真理对，学乐就是你哇隆重。伫原文的有一个意思哦，伫113篇你就会当看得真清楚。学乐就是我全心投靠。咱知无？迄个去跋筊输筊的时阵，伊安那全部拢投注，这个意思。全心，只是咱这个全心投入，这个赞美，这个是稳赢的啦。安尼好无？咱的稳赢，咱还无学乐，无用全人专心进行压关学乐主，感谢主。兄弟姊妹，学乐就是用咱的性命。今仔日咱若是伫个欠会中间，咱永远会当主啊，我的人生全部投注拼落去。啊，有人讲拼落去，讲了好啦。而且我拼落去，这个对象是稳赢的啦，稳赢的啦。全心投入，咱学了咱的主，咱就是安尼。啊，咱要安怎这个事无问题。啊，若敬拜呢？请问兄弟姊妹，敬拜是什么意思？很好，对不对？安怎敬拜是安怎？降服。敬拜就是降服。咱们看过人迄落拜拜人，对吧？原文嘛是这个意思，我想要行来讲，因为我会在2阶段。线上没看到没关系，可以照得到吗？原文意思是安尼哦。
兄弟姊妹，你即马敢咧敬拜？兄弟姊妹，你即马敢咧敬拜？敬拜即个意思，降服。我知影有人开始咧烦恼啊，哇，应该无说带去要哪爬起来啊？捌扶过我就知影，对头前扶袂起来。你国家有开台，你来对后壁。敬拜就是讲，我就是无办法，100了啦，赞美，我就献给神。放心，我爬起来。我示范一下吼，我现在要对家，因为当2阶段。兄弟姊妹，咱若是敬拜学了到，我愿意付出，这个就对了。所以，咱知学了敬拜，毋是干那伫遮哦。回去了后，恁捌听过无暑假敬拜团祈祷，我拢会讲，愿咱回去成做啥物人生？敬拜人生。愿咱全部互这位主，因为咱要高举伊的名，因为咱的性命是对伊来。咱伫即世间，咱只不过是实习生，咱只不过是出差，咱要用咱的性命，亲像安尼，举起来，这是人尔呢。冠军举即个人是是要创啥？对你敢有帮助？无啦，咱的人生，咱甲主敬拜举起来，对咱才有帮助。亲爱的大家，互咱见主的面的时阵，咱就是一个敬拜人生。刚好咱要看一个影片，咱要知影安怎来敬拜咱的主。咱会有真侪困难，无问题，总是主会讲，伊要站，要为咱来开路。咱的家庭嘛同款，可以放下。手把手。祷告手，我们看到前面有困难，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呢？冲过去吗？还是拄等一下，等一下，好，我个想看卖，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有太多的时候，我们遇到新的状况、新的情况，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怎么预备呢？在约书亚他带领百姓，他们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就这样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哇，我们能做的就是自洁。自洁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神的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第一步。然后呢，这位上帝要给我们有新的策略，我们自己也要有新的委身。还有新的信心跟新的期待，那么上帝就再带领我们突破那个困难。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很多位青年他们一一来突破，他们经历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神迹奇事，就是经历到上帝的改变。好吧，我们今天我们来感恩，在我生活中神怎么行了奇事在我的当中，让我更知道、更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很需要这位上帝。恳求主也帮助我自己参与在神你所行的奇事当中有份哦。家庭我们也一起来分享神曾经在我们的当中行神迹奇事的美好经验。手牵手，祈祷的手。这青年就是今年伫当礼拜暗道的时阵，因所做的活动就是过红海红海因过去这礼拜带领足侪福音的朋友小朋友认捌上帝，即马嘛是伫楼顶同学会，而且咱这个祈祷毋是干那咱得到这个福气，咱伫拜三的中昼12点到12点20。兄弟姊妹，咱敢知有偌济人伫线上斗阵祈祷吗？恁要约看卖无？10个？咱祈祷会几个人哈？就无看卖。兄弟姊妹超过咱祈祷会的人哦，2倍、3倍。刚好，咱是上帝囝儿，咱嘛到主的面前，特别每一个人的家庭，咱拢来带到主的面前，咱三个来祈祷。
听阮天父，阮感谢你，互阮知，阮即世人伫即个世间，阮真正就是暂时徛久的。阮将来伫你遐的天家，才是阮永远的愿望。感谢你今仔日搁一遍教导阮，互阮知影阮要安怎用阮的性命来学乐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恳求你继续带领，嘛，互阮诚侪有影响力，特别是对阮家己。阮诚做迄个敬拜人，互阮的家庭，互阮的不管是迄个做工课的所在，也是伫即个社区，互阮诚做一个影响力的中心。阮感谢俄罗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